最不应辜负，并非风月，而是待付的长远。初见，或许好久不见，一点灵犀惊动尘缘。再见，为何心生怀念？发生在为你落泪之间。两全美景爱我意，生水同一潭，姹紫嫣红开有限。戏本戏头过经验，淘尽酒自言，再续经缘。最不忍忘川，并非长夜，而是破晓前好梦一瞬间。最不能忘却，并非流年，而是回眸的云烟。最不想留恋，并非人间，而是遇见你，划分这世界。最不应辜负，并非风月，而是待付的长远。本龙少我呀，上刀山下火海，突破了重重险阻，经历了9981难，终于解救出了小王兰。这是我作为男主的终极使命。真的是这样的吗？你猜啊？白龙，他不是我们吃饭菜都凉了，是吧？对啊对啊，我们吃，就不能好好吃一顿饭吗？你每次见到他都要跟他较劲儿。我不是在跟他较劲，我是为了你好。对，你不管做了什么都说是为了我好，那你问过我的感受吗？你今天是可以听我的吗？你能不能不要独断专行啊？对，我是独断专行。你第一天知道是不是？好了，都不要吵了，你们都少说两句行不行？我知道你们都是为了对方好，你们有什么话好好说嘛。苗大神，你别再说了，赶紧哄哄啊！我可以什么都不管，但我想告诉你，从小到大，我没有考虑过任何人的感受，但因为现在有了你，所以我必须对你负责。你们先吃饭吧，我先回学校了。哎，苗大神，别走啊！小姐，你们吃吧。小姐，你是不是傻呀？怎么都不知道劝一劝？我一个劲儿给你使眼色，你傻愣着干嘛呀？你什么时候使眼色了？这样啊，
这么明显你都看不出来啊？要你有什么用？你到底站哪边的？我以为你在给我抛媚眼呢。不过再说了，我能劝什么呀我？真是莫名其妙，好好的吵什么架呀？苗大神也是，没事干嘛跟白龙较劲？他呀，也是为了汪兰好。要真是为了他好的话，那就不应该那么说。他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干嘛要闹别扭？他，哎，别管，让他们两个冷静冷静。没事，冷静什么冷静？王兰好不容易好点了，难道不应该是甜蜜庆祝的时刻吗？啊，那你不是饿了吗？咱俩吃吧，吃饭。吃什么吃？谁还有心情吃？那行了，你别跟我说话，就知道惹我生气。你去哪儿啊？生气。苗大神说的没错，白龙果然有问题。没想到你们真的是一伙的，亏得王兰那么信任你，还因为你跟苗离吵架，你真是个混蛋！随你怎么做，不管我怎么做，都是为了汪兰。用不着管他，把他交给我们就好。少主，你只需要记得你对长老的承诺，把他带来，一手交人，一手交货。你们要干嘛，白龙？你要去哪儿，白龙？这丫头跑哪儿去了？还是手机关机吗？他跟你说去哪儿了吗？是不是去找苗里了？他手机也打不通。我去找林皓月，我让他们陪我一起去找小桃。我跟你一起去。哎，算了，你别去了，你还在家待着吧。我没事的，我跟你一起去吧。哎，你别去了，他要是回来了，家里没人，他可能只是手机没电了，你别担心，去就回啊，别急。你们看，这个是小桃的。我感觉要龙族的人，我就让他不要乱跑。苗里他人呢？我也联系不上他，宿舍也没人。师兄，我看他们这是要动手。龙族的人之所以按兵不动，
很有可能是在等一个人的出现。什么人？苗里，确切的说，是苗里身上的道衣。糟了，道义已经出现了。你说什么？苗里想救王兰，就让千峰把他身上道义的力量唤醒了。这么大的事，你怎么不早说啊？你们这群狐狸真是败事有余。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。苗里怕王兰知道，就让我保密。你现在能找到他吗？能是能，就凭我吧。我就知道是你，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汪兰人呢？怎么样，咬我吗？汪兰她没事啊，相反，离开你她只会过得更好。我才是在救她。人我已经给你带到，你也该遵守你的承诺，把坤心锁给我。少主，离我们拿到杀生石只剩下最后一步，你确定真的不愿意加入我们吗？我对那玩意儿没兴趣，快把东西给我。唉，真可惜啊，少主还是为了一个女人，选择放弃了你的族人。来哦！你还有一个任务，现在去把那个汪兰给我带过来。我已经落在你们手里了，你有什么冲着我来？你待会儿就能见到他，好好的给我待着。我不许动他！没人。小唐，小唐。小唐！这就跑了。你怎么样？没事吧？受伤了吗？说话呀！我还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们了。让你们是在乱跑啊，作啊，还给我赌气，这次傻了吧？我错了，我再也不这样了。哎，苗里呢？有没有看到他？他也出事了。你怎么被抓了的？我看见白龙和苏娇娇见面了，我就被抓了。你们是怎么找到我的呀？多亏啊，你留下这条项链，才找到你啊。这不是我留下的。我们中计了，快走！中计了。白龙，怎么样？有他们消息吗？小桃跟苗里呢？你怎么了？白龙，你说话啊！跟我走。
啊？干嘛，白龙？白龙，放开他！白龙，白龙干嘛？小姐，来。那么晚了还不睡啊？睡不着，对不起啊。我跟你说过很多次了，你偏不听，还要生我的气。那我现在是不是应该生你气，报复你一下？是我不好，你应该生气的。没事就好。苗里，没想到白龙他会骗我们。不是我想帮他说话，但白龙跟苏家一样，都是被控制的。他们也只是想拿扩音所救你。那他会有危险吗？暂时应该不会吧？不用担心。我就来上厕所，我什么都没看到。时候不早，你早点休息吧。那我回房睡了。好了，各位同学们，接下来这个单字呢，其实比较简单一点啦，也是蛮实用的单字，好不好 ？Package，P-A-C-K-A-G-E 啊，这个是考试一定必考的。来，我们来看看下一个。哎呀，你上课看黑板，你看我干什么？因为你更好看。啊！小东，你要跟我一起上课，就要乖乖听课，知道吗？听课才不是重点，我可是梦想了很久了，跟你做一对标准的校园情侣。我拉你来就是来秀恩爱的。那么多人，你这样好吗？好呀。在等妈妈。你还好吧？没事。你找钱锋的事儿，真的不打算跟他说一下吗？当然不能跟他说。可他迟早会知道的。到那时候，他也阻止不了什么。反正现在这样是最好的。
这样一段回忆，无论是属于谁的，都是幸福的。你来啦？那我们先走了。拜拜。拜。图书馆是学习的地方，是知识的海洋。你们两个这样去真的好吗？谁说我们去图书馆呀？我们是去吃饭。你呀，赶紧陪小桃吧。走。汪兰，干嘛呀？汪兰他们两个人相亲相爱，你去当什么电灯泡？走，先吃饭去。不去，我就要去当电灯泡。汪兰现在有苗里照顾，不需要你了。你没发现她已经成为校园虐狗公敌了吗？怕的就是这个。这两个人发的汤是能吃的吗？汪兰现在就是活生生的小美人鱼，越是喜欢，受到的伤害就会越大，还不如适当的保持距离呢。这样找到困心所前，她的身体也不至于恶化的太快。保持距离。你干嘛？真心喜欢本来就是一件没有距离感的事情，面对即将消失的爱人，怎么可能有距离？如果是真的喜欢的话，越是保持距离，越会受到伤害。那也要等到找到困心所，解除危险吧。我只是担心他们两个。你看他们俩现在这样，硬拆吗？我又不是冷血动物。就我一个人冷血好了。你怎么回事啊？以前你都是担心汪兰的，现在怎么反倒撮合了？还有啊，自从上次的事之后，你的脾气也大了，总是训我，没劲。我说怎么最近在闹别扭？我还不是因为喜欢某些人才训某些人。你这么糊涂任性，不管不行啊！说到底，你才是最让人担心的那个吧？哦，担心我就应该让着我呀！我就是担心汪兰的身体，也不知道她这次身体好转是不是回光返照，万一又出事呢？只要跟苗里在一起，他就不会有事。你一定要相信，苗里比你和我更担心汪兰。不管发生什么事儿，他都会好好保护汪兰，不管付出什么代价。代价？什么代价？你说呀！你说呀！说呀！你为什么不早说呀？你为什么不早阻止啊？我知道的时候已经晚了，这是他自己的选择。就算咱们能阻止，你觉得我们能拦得住他吗？到最后，他还是会去救他。困心所，我们拿不到了是吗？那他们两个不就……好了。所以呢，咱们就好好让他们在一起，度过这最后的时光。也许，这就是最好的结果吧。你的行囊很轻，却说去远行，背着一小片梦境和壮阔的心，擦肩而过几个背影，也路过几处风景，走啊走啊曾经，走啊走啊不停。你要在静谧森林，在喧嚣人群，收集着花语繁星，也细数叹息。谁的儿时虽不年轻，是一的。当你远
心，空荡的行囊里藏下我姓名。天光短，人生长，常相望，常相望，走过的，留下的，是远方，是远方，路中央，梦中央，在流浪，在流浪，挥别的，等待的前路万万行。天